欢迎收听文言良语。一句文言良语，互咱学习人生真理。咱知讲，咱是属实的，全世界拢拍伫迄个恶者的手下。写了圣经约翰一书第5章19节。自从咱人类始祖犯罪了后呢，咱一代一代的人类呢，拢拍伫迄个恶者的手下，受魔鬼的所迫的苦楚。但是咱知影，神是公义的神，也是非常慈爱的神。伊疼爱咱世间人，特别是伫2000多年前，道成就神降生，成做神，看家己是上宝贵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个世间，而且呢，将属圣灵的智慧赐予咱，互咱心灵的目睭会当用安尼来拍开，认捌迄位真实的真神，也就是用着家己的形象做男做女的神。伊是创造天地海甲众水庄园的真神。伊也是永远的神，是永远的王。伊若是一发生气呢，大地就震动；伊若是一恼恨，列国拢担当袂起啦。神用伊的能力创造大地，用着智慧建立世界，用着聪明铺张穹苍。伊就发声呢，伫空中呢就热水会激动，伊互云雾对地极往上挺，伊造电呢随着雨来闪烁。对伊躯壳当中来带出风来，个人拢无一点知识，拍伫天顶属邪灵气的恶魔手中，雕刻着偶像，本是虚假，中间并无啥物配色，拢是虚无的，是卖血人的工作。这是圣经内面所讲的话。圣经内面耶利米书嘛，继续在讲，一直到神对讨审判时阵呢，才拢得较会被除灭啦。所以咱一定爱离弃这偶像，来归向着真神，爱来服侍迄个又真又活真神。等害着耶稣基督对天顶降临，就是对死来复活，迄位救咱脱离迄个将来愤怒的耶稣基督。圣经内面嘛，佮咱讲一位真基督徒是借着耶稣基督宝血的赦罪，甲圣灵的顶头生，是已经脱离了魔鬼恶者的权势，伊就有迄个资格呢。住伫迄位真实的神内面，就是住伫主耶稣基督内面。这是咱已经是真信主的人，靠着主救赎之恩，甲神已经联合了，成做神爸囝的关系。咱以前呢是流浪伫魔鬼控制的天界，现在借着神的怜悯，转来到天父真神的怀抱。天父真神既然是神，咱是伊的囝，爸是神，所以咱做囝呢，嘛是会当称作是神。所以咱的身份非常特别，也非常价值。伫天父真神内面有永生，咱若转来到天父的内面呢，咱也将要得到永生啦。耶稣基督是真实的神，伊是神荣耀所发出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真相。伊也常常用着宽容的命令托住了万有，伊洗净了人的罪。现在坐伫远远的天顶，伫至高者真神的正边。继续来做真神甲世间人中间迄个有功效、好好的中保啦，互咱会当靠着伊的救恩来拍破撒旦罪恶隔离的墙。圣经内面讲，咱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怎样？当然，咱现在还佫毋知影，因为时阵呢还未显明。但是咱知影，主若是显现，咱得甲要亲像伊，因为咱得甲要看到伊的真体。迄个时阵呢，咱就全然知影主，知影咱天顶的真神，咱的天父，亲像主耶稣基督，咱天顶的父呢，现在知影咱同款，这是足大福气啦。咱知影讲，咱是属实的，全世界拢拍伫迄个恶者的手下。写了圣经约翰一书第5章19节。以上文言良语由真耶稣教会台湾总会制作提供，感谢你的收听。